原本以为今天只是要来做独木舟，上了船才知道，这里面有鳄鱼，船非常的小，都不敢乱动，不然真的会翻船。手也不能碰水，因为里面有鳄鱼。滑到一半，真的看到鳄鱼就在岸边，距离非常近，真的太夸张了。沿途还看到各种不同的野生动物。上岸之后，马上看到老虎的脚印，甚至在森林里还遇到野生犀牛。而这里是尼泊尔最野的地方之一——奇旺国家公园。